我记去到阿伦酒好康，嘛其实会使改用这米糠酒。看伊会切切无？你爱花？哇！较大声咧。哇！哦，有米糠香香的味呢，加香呢，真好食。哇啦！爱个问，爱个讲，等个想。伊足营养，阁袂贵，真正好食诶。伊个足适合老人啊，老人甲囡仔。咱一般的糙米啊，也是你一般的米，啊煮时你嘛会使拌迄米糠酒，就会使补充其他营养分。拢是米的香气，对吧？食了较无负担，有啥米噶？酒好卡。大家好，我记去到阿伦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工的。你敢知影这罐是啥物？酒好康。酒好康，听讲伊足厉害呢。OK，啊无100块去看卖。好啊，这是咱岛南玉山米粿，伊的营养价值足悬的哦。你食这就免搁食糙米啊哦。食个。我要加这个肉，加啥物？有搁较侪营养。其实咱常常拢会用迄土豆酱加肉做伙，即马其实会使改用这米糠酱。你吃辣无椒无？哇！看伊会切切无？你爱花？哇！较大声咧。哇！是。讲紧来的通。小无？小。你若是为着要互迄肉质会使搁较滑嫩，你就会使用这米糠酱好康。哦。健康的滋味啦。下个酱料的营养价值。有米糠香香的味呢。有3米加米糠酱来煎阿伦的肉排。加香呢。真正是米糠的味呢。米糠的味，足健康的哦，真好食。你要创啥？咱拄仔有食过的肉排，啊，即摆换用 bacon 来试看卖。那足得你。那食好卡。搁较好食。啊，咱需要的嘛是伊的营养价值，你会使一边抹迄个土豆，另外一边用咱玉山米粿的酱好康。加一营养呢。呼呼呼！我感觉黑毛仔甲酱好康嘛是足适合。黑毛仔这豆油哦。你去烘一个。好去啊！多谢了，你无配煮的。煮。OK，不得了啦！啥物啦？未讲话啊！哇啦！爱个问，爱个讲，等个你想。哇！哇！哇，看死！伊足营养，阁袂贵，真正好食诶。伊个足适合老人啊，老人甲囡仔。咱一般的糙米啊，也是你一般的米，啊煮时你嘛会使拌迄米糠酒，就会使补充其他营养分。拢是米的香气，对吧？食了较无负担。
哇，那也叫你的。今年有米糠酱甲土豆酱呢，就下味的。我要和我的朋友阿琴食看卖。好。有三米噶，就好康。咱怎么讲？药膳米甲酱好康100 G 当中有14 G 的膳食纤维，高丽菜平均100 G 当中有2.5 G 的膳食纤维，所以食3汤匙 tablespoon 的酱好康，差不多就是半个高丽菜的7.5 G 的膳食纤维，所以大概换算实际以营养师为准。有啥不是一推银行吗？有啥银行？嘛是有嘞，啊，你当马那银行共款啊。听讲伊食一罐啊，食一喙。哎，食一汤匙。半碗米哦，食一汤匙的，靠背。米糠。